前民众党新主任委员会主委徐春英牵涉反渗透法定罪去互检方起诉，法院今仔日甲判决7档。哥伦比亚发生7.4大地震，已经900人死亡，500多人受伤，是当地21世纪上界强的地震。美国总统 Trump 惊去互伊朗暗杀，顶个月出奇招换飞机，行上空军1号煞坐蔡英补给车划过军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前民众党的新主任委员会主委徐春英牵涉反渗透法定罪去互检方起诉，法院今仔日甲判决7档。一审方判决有罪，徐春英的台湾身份可能也会去互注销。我在台湾已经生活了30年，我今天拿到的是中华民国的护照。我是中华民国的国人。2023年11月，台东都召开记者会，迄当时担任两岸婚姻家庭联盟秘书长徐春英强调，家己绝对无中国身份，佮认为被提名担任不分区立委也袂有国安记录。即马因为涉犯反渗透等多项罪名，放假也禁监，要求刑21年6个月。新北地方法院11宣判，徐春英受渗透来源之时，为市长总统候选人徛台做事，除了违反反渗透法，也包括经行法早期所在，也有所大陆地区人民非法入境等罪，应该执行有期徒刑7年。徐春英等配合境外敌对势力介入，严重破坏我国自由地区之自由民主宪政秩序，进而对我国主权产生危害，是其等恶性非轻。进前台湾新主任关怀总会理事长周万之受中共指示在台法庭组织，法院判决确定了后，台湾身份互注销。徐春英的台湾身份，在一审判决有罪了后，恐惊会互注销。面对中国定对台改选，传出中国伫8日何时休会期，聚焦对台对美两大中心，将2026下月选举看作中国对台工作关键成败，要求和在台爱国力量上大支持。国民党这期只是放话娘娘，想当这北京的听床师想疯了，这想当习近平的小棉袄当太久，但忘记现在是夏天了。这种不具名的放话没有任何评论的价值。他们对台的政策经常在利用北戴和集会的时候来进行讨论。不过这几年看来，这个功能差很多，因为习近平已经整肃了所有可以威胁他的人。学者经研究分析，台湾议题已经成做习政权的重中之重，甲美国关系之中，军事问题是第一要务。对台政策就是积极调向不统一统。阻挡可能还不见得能够达成，但是怎么样延迟甚至减少我们军售的这个额度初步达成效果。刚好今年我们2026年，今年是我们的国内有选举，这个机会是最好利用这种机会来分化我们内部的。陆委会表示，中共介入台湾选举是大家拢知影的事实，除了呼吁相关单位高度防范，也希望民众警觉中共的头脑。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伫咧网络看文章，讲这7月是有中国的手灵船偷渡入台北港，海巡署长今仔日会室内承认执勤的人员有疏失，也赶紧引进 AI 设备来补强海防。也若是学者是提醒讲，这款偷渡的行为有可能是中国咧测试，未来有可能对改派特种部队来迫害。有民众伫7月下旬发现这只中国手灵船，就安尼倒伫我近台北港的8里沙坡顶。各地社群平台发文指出，伊甚至连续3日观察，其中有中国籍金属油桶、简体字印刷包装卫生纸、3领救生衫等物品。随报案独立这期海防线搁一摆失灵，搁较报案海巡单位事后施压，要求袂当将现场相片外流。但只隔2礼拜外，海巡署出面会室内有人为疏失的情形。海巡署张署长对此深感抱歉。海巡在科技装备尚未进一步到位，尚未导入 AI 辨识小目标切断，高标准要求将人力效能与雷达敏感度发挥到极致，仍然无法达成零漏接的目标。根据了解，2名偷渡客顶个月23订了8里沙坡民众临时报案，3只伫桃园逮捕，定义伫境内7日。海巡署事后调查表示，起因是雷达操作手无依循 SOP 通报，将雷达光点误判是海洋干扰，佮自行消毒，强调会对有责任袂安抗。军事专家提起，最近几年类似的渗透至少有5件，对中枢防卫恐惊导红灯。在蛙子尾附近是国军的这个防空营区，那这边有配置相关的低空防卫飞弹，可以偷渡成功。它可能是在做一个测试，
那如果在必要的时候，可能就由特种部队遂行渗透进行破坏。根据海巡署指出，去年9月发生29件偷渡案，有71人，其中当中查获22案61人，人员查获率85.5%，只是除了去年5月伫桃园观音海埔英六个芬兰白仔偷渡案，2024年6月也发生，中国查甫人驶快艇弄入淡水河，南亚离过报案，即马海巡局长无法领导高防止偷渡起因，设好设备无到位。抓机会就打我们预算，不要忘了，现在来讲他们都在用啊，海防太松了啦，有跟没有一样啊。我们在国防部其实都有一些鼓励渔民啊，一般民众发现异状或发现解放军的军舰通报的奖励机制。那海巡其实也应该建构。王定宇提醒，对华利用海洋杂波定对咱国之试探，除了爱进一步强化空中海巡的感情力量，人的观念甲专业性也爱提升，呼吁有欠点就爱赶紧检讨情境。记者综合报道。甘南建交45档的盛文心，今仔日总理是带团来访问台湾，总统赖清德用军礼甲迎接。不过最近受军内非洲国家对咱台湾的政策真无友善，中日有2个台湾人去乌干达，说是去封口护照拒绝入境。外交部认为讲，可能甲中国有关系。以隆重的军礼迎接，总统赖清德欢迎加勒比海友邦圣文森总理富莱德率团访问台湾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富莱德去年11月政党轮替就任总理了后头一届来访。我国海军东部远航训练支队也造访圣文森国，彰显彼此有决心共同维护印太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和平稳定。45 years ago, those who came before us made the decision to begin this journey together. Tha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leadership, to honor what we inherit, but never to be satisfied with simply preserving it. We must leave it stronger, more meaningful, and more useful to those who come after. 拄到台城建交45周年，富莱德讲是重要的里程，展示2国的友谊。不过，得到友邦消停的同时，这阵连续有几多个非洲国家对咱国采取无友善的政策，包括2个台湾民众去乌干达，说叫人扣留护照加拒绝入境。目前有一位国人已经离境了，那还有另外一位国人，我们还在持续的协助中。相关的情况可能与我国政府前面因为因应伊波拉的疫情升温了，但是我们也不排除乌干达因为它一中的原则调整对我国国民入境政策的可能。外交部坦白讲，无排除乌干达是因为一种原则调整入境政策，会持续沟通。南方因为伊波拉疫情减慢外国人士入境的措施，会伫8月底做检讨。另外，摩洛哥宣布暂停受理台籍人士申请签证了后，外交部做出对等回应。不过嘛讲，摩洛哥可能不是针对台湾。这个签证确认性不是只有核发给台湾而已，它不见得是针对台湾，但是台湾可能是最大宗。但是肯亚的外交部官员正正讲要拒绝替台湾护照的人入境。外交部表示，目前台湾人也是会使使用电子旅行准证入境，也无接到受阻碍情况。记者采访报道。新外类的消息，换来看台北捷运板南线今仔日早起有一台列车驶到这台北车头的时阵，车厢内底说是熊熊呛白烟。经过调查，是一个乘客的行动电源，唔知影什么原因熊熊着火。火已经拍翻，不过车厢内也照火粉，7000多乘客第一时间疏散。11早起，通勤尖峰板南线台北车站往南港展览馆站方向一台列车，有旅客持对讲机反映车厢内有物件呛烟，车站人员随上车处理，车内旅客已经协助使用灭火器拍火。后续确认为旅客行动电源自燃，站长依照 SOP 将行动电源完全浸泡于装冷水桶。快速降温并防止复燃。北捷已经到海区派出所完成报案听书，后续配合警消调查，查清楚代志发生的原因加相关责任。中火事故现场月台配置铁桶眼影、耐热手套加干仔水，若发生行动电源家己倒起来呛烟，站务人员就会当就近摕来处理。目前北捷全线117个车站拢有这款配置，这阵国内外拢发生旅客坐捷运的时阵行动电源家己倒起来呛烟的事件，旅客的安全意识已经有提升。比如去玩的话，我会带。但
但是尽量都是在我眼睛看的范围之内才用，眼睛看不到的范围我就不使用。我的话，我会避免它电池如果鼓起来的话，我就会把它给丢弃，换一个新的这样子。到伫前一天，高铁嘛发现有旅客行动电源家己倒起来，致使第17车厢呛白烟。第一时间，列车人员用灭火器拍花，搁用灭火毯包起来。专家建议，若是坐大众运输拄到行动电源家己倒起来，一定要先通报，第一时间会当用水来降温。原则上不要使用现场的一个肛门灭火器来做一个灭火，因为肛门灭火器是无法有效的针对锂电池的部分是无法有效做一个灭火的动作。那可以去先行收集现场的一些水来做一个降温的动作。专家阁呼吁，行动电源变形也是上烧，就莫阁使用。目前国内轨道业者拢无禁止炸行动电源，代替规定，使用时阵爱伫目睭看到的所在，莫放伫行李箱内底。高铁是表示，若是旅客使用，也是保管行动电源无细致造成火灾，必须负相关法律加赔偿责任。记者采访报道。国际消息来看，南美洲的国家哥伦比亚发生7.4个大地震，是已经有900人死亡，500多人受伤，是这当地21世纪以来上界强的地震。因为有9000栋厝倒去，也阁有真侪人去互土石地条咧，也阁有180多人失踪，死伤恐惊会阁较严重。哥伦比亚的新总统艾斯普雷亚8月7日才打就任，才过无几工就碰到这款天灾，要安怎处理是真大考验。发生伫台湾时间7日暗时8点半的这个地震，虽然是侵占地震，危险性相对较低，不过除了规模7.4，影响范围嘛比侵占地震大正济。为美德林到卡利，甚至几100公里远伫中部的首都普哥大，拢传出地震灾情。其中，国伊伫镇央附近的佩雷拉这个所在灾情上严重。伫佩雷拉机场的这个查甫人bị伫倒骹一直化休，包括当地在内，全国拢总有7个机场受损，除了超过1600栋厝损坏，也是倒去。曼尼沙的百年古迹玫瑰圣庙圣殿主教座堂嘛，因为强烈地震造成尖塔断裂煞倒去。He dado una orden perentoria como jefe de Estado y jefe de gobierno. Lo primero es el rescate de las personas que se encuentran bajo los escombros. Esa es la prioridad, rescatar a las personas que todavía están bajo escombros. 顶礼拜5 8月7日才正式就任新总统的艾斯普雷亚，7日是伊头一个上班日，就去拄到这个哥伦比亚本世纪上强的地震。英国无担任过任何公职的新科元首，连各部会组织人士都也无识，都要面对灾后抢救甲重建的考验。Y acciones personalmente voy a liderar estas acciones para llevarle soluciones a nuestra gente en el departamento de Chocó, en el eje cafetero y en otras zonas del país que han sido afectadas. No están solos. 包括美国《纽约时报》、卡达半岛新闻网的国际媒体拢指出，艾斯普雷亚以差无几票打败对手胜选。东西区的乔科省掌握当地不是反对阵营，就是武装游击队。救援物资甲队伍要安怎安全送到灾区，这拢是大问题。当然，救灾一定会造成真侪政府的开销。这个甲艾斯普雷亚当初缩减赤字的竞选支票的颠倒饼。哥伦比亚的这场世纪强震，除了持续升悬的死伤数字，现在问题嘛考验这个新总统的政治智慧。公司新闻4家人编译。镜头来看中东，美国总统 Trump 讲，美军已经清掉荷姆兹海峡的水雷100%控制水路，佮要甲伊朗挑战争赔偿，双方的谈判是陷入困境。虽然这 Trump 讲话是真红声，不过伊嘛是会惊讲去互暗杀。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在 Trump 顶个月出访的时，就捌出机招换飞机。亲像咱常常伫咧媒体顶头看到的画面，迄天 Trump 是照常对这空军1号楼梯行起嚟，不过伊并无坐这架飞机，伊是随走对另外一边，走对这残忍的补给车，头汤换起嚟坐 C-32A 军机。风声讲，这美军的情报部门是掌握到伊朗可能会针对专机来发动攻击。所以讲 Trump 才会变这吹，连一个别疆的官员都唔知。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川普7月7日结束伫统领期保育峰会准备去英国的时阵，先伫媒体检讨前公开爬起南北失调的旧空军1号。不过舱门关起了后，川普随为飞机另外一边进入一台运送飞机餐点的补给车，从送去附近关航迹追踪系统的 C-32A 军机飞去英国。唔知影会随行记者甲别宫幕僚都留伫旧空军1号顶照常起飞。这场调包计划真成功，两台飞机顺利伫英国安全降落。半点钟后，川普阁为旧空军1号专机行出来，10个爬起哩卡达所送的先飞去当地台面的新空军1号飞转去美国。会这么麻烦换飞机起跌，是因为当时美伊谈判已经失败，战火随时会发生。美方有查到伊朗可能发动暗杀的情报。白宫通讯主任事后证实，面对紧张的敌情，美国政府会无小本用一切工具甲维安手段确保总统的安全。在这个同时，华府甲德黑兰展开核武海峡的谈判阁无进展。川普回应讲，进前伊朗坚持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的讲法。伊是应讲，伊朗这是危害中东地区50年，唔知应该爱赔偿。Well, we're going to ask for money for the damage they've done over a 50-year period. 川普嘛讲，美军已经把核武海峡的水雷完全扫除，海峡即马畅通无阻碍，并且百面拢伫美军的控制下。即马伊朗已经因为战争经济无法度过支持，不过伊朗的态度也是真强硬。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讲，双方也搁伫咧战争的状态，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甲其他违规行为也搁伫持续，核武海峡就袂当讲是一条安全的水路。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芬兰甲瑞典的下境客运火车已经停驶要40天，即阵重新通车。头班车是对芬兰的奥鲁出发，到瑞典的哈帕兰达。这条新路线毋但是会当方便两国的交通，旅客也会当继续班车去其他的欧洲国家。70透早，芬兰国家铁路 VI 列车伫奥鲁车头停靠乘客，准备开往瑞典的哈帕兰达。这条路线伫暂停要40天了后，头摆重新开通，乘客嘛伫出发进前把握机会翕相做纪念。Historiallinen asia, että se on nyt tämmöisessä toki hieman vaatimattomassa muodossa vain parilla vuoroparilla saatu takaisin, mutta haluan olla sitä todistamassa. 目前这条火车路线，逐港双向各开2班，伫芬兰奥鲁甲瑞典哈帕兰达之间来回，车程大约100分钟。火车沿路驶芬兰西海岸，对奥鲁出发，沿路停靠3个芬兰的境内车站，了后搁下过瑞典的国界，来到终点哈帕兰达。芬兰交通部长雷纳伫托尔尼奥站上车，见证这项让要40天的跨境铁路服务的历史时刻。Now that we have this land connection between our countries. It's about security, it's about the future, it's about economy, it's about our future in the big picture. 这条路线伫1988年捌停驶，原因包括乘客人数无够，以及芬兰的轨道跨度甲欧洲标准无同，乘客爱伫哈帕兰达转车，才会当继续南下的车程。跨境铁路重新启动，除了恢复芬兰甲瑞典北部的交通往来，乘客嘛会当转坐其他的列车，西前往挪威，南经由斯德哥尔摩一路探到葡萄牙。No reopening, yeah, after almost 40 years. So in that sense, I think it's pretty important, and it's a signal that we want to be connected to Europe. 列车驶到终点站哈帕兰达，受到大批民众热情，以芬兰甲瑞典的国旗来迎接。对芬兰来讲，这座跨境的列车嘛，向定芬兰重新拍通通欧洲的陆地路线大门。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意大利南部的埃特纳火山是欧洲上界悬、上界活动的活火山，当年成150万人去游览。除了爬山，坐流浪也是真受欢迎的方式。埃特纳流浪过去是要去互火山毁掉误解，因为到达今年已经满60天啊。即阵这跑车法拉利的设计师专门打造新车厢，迎接世界各地游客。埃特纳火山缆车只要15分钟，就会使甲旅客自山脚的智慧山屋站送去到2500公尺悬的车头。起这个火山缆车的想法是伫咧1953年收到的，一直到1966年在罗索家族才甲起好，因为甲搭已经60天啊。过去一架子的岁月，埃特纳火山缆车捌伫咧1971年、1983年、2001年、
2002年的火山大喷发当中，咱车站也有条啊真侪摆启用氧气，大概拢爱开几啊百万欧元重建。 Ma una settimana prima dall'inaugurazione, dal taglio del nastro, un'altra colata distruttiva la rase al suolo di nuovo. Mio padre non si perse d'animo, tornò in banca, accese un altro mutuo sullo stesso cespite e abbiamo ricostruito l'impianto. 爱迪达火山是欧洲上悬上活泼的火山，今年6月底到7月初，搁一届喷啊！规个岩浆是互天顶看起来红拍拍。 安尼看起来豆豆流，亲像一条红色的溪流。经过真侪摆的霜冻，罗素家族犹原无放弃。2004年，搁一届重建的缆车，也就是目前营运当中现代化单线循环式的缆车系统。即摆车厢是意大利的顶级跑车法拉利设计厂所设计，互旅客当坐着超级跑车系统的车厢去欣赏火山。啊，毋过特殊的地理环境，互缆车维护嘛充满挑战。 presente molti vapori e molti gas che aumentano i processi di corrosione, per non parlare della presenza del mare che tutto sommato in linea d'aria è a una dozzina di chilometri. 即马这现代化的车厢系统，每一点钟上悬会当载差不多1200个乘客上山。啊，若是坐人数，嘛是会受到火山的运动，也佫有天气的好歹影响。 若是火山喷出火山灰，也是拄着强风，就会生天灾。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日本的艺术家草间弥生是透过作品，甲感动人生的力量来传播去世界各地。最近是一个德国举办艺术展，成47万人参观。 无论是行伫由无数就基础扭曲延伸的世界，也是行伫无限角度体验漂浮宇宙星空的感受。日本前卫女王草间弥生的艺术创作，最近到德国高雄的路德维希美术馆展出期间真受欢迎，尤其伫闭展迄日吸引民众排家乐乐长。 官方也特别将闭馆时间延到半暝2点。Wir im Museum Ludwig freuen uns enorm. Es ist die bisher erfolgreichste Ausstellung in unserem Haus gewesen mit knapp 470.000 Besucherinnen und Besuchern. 97岁草间弥生到今犹原保持真好的创作力。伊上经典的作品都是结合古典艺术的各种经过创作。伫囡仔时阵，这个创作是伊情绪宣泄出口，后来是变做伊甲民众连接的艺术表达。伊的作品色彩严厉、构图简单大胆，但会互人感觉真深刻，也感动人心。Die Ausstellung ist unterhaltsam und sie berührt. Und diese Kombination ist, glaube ich, nicht bei so vielen künstlerischen Positionen zu finden. Und es ist eine weibliche Position. 这项展览包括草间弥生300多件的作品，完整呈现伊80年来丰富的创作生涯。接落来也会刷去阿姆斯特丹展出。公司记者张慧敏编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